超过10层楼高的灯塔，小小的空间，要徛互在有影无简单。这就是灯塔守护者做工课的所在。这个所在差不多33公尺高。我大概来这的工课就是顾这排 LED 灯，莫予伊火花去。即摆这电压起来是11.5米，然后有过电。你即摆看到这两头钢头灯，左手边是青的，左手边是红的，静啊几百公尺尔。不过我即摆为红灯遐顺完了，我要去迄左手边迄青灯遐跳倒摆，上少嘛要半点钟以上。为遮到基隆市区，到和平岛，和平岛要边安尼坐迄碰外边安尼坐过去安尼，用手敢较近安尼。有一寡人因着守护灯塔这个势头，第一天上班来到这，过两天就唔敢过来呀。有一寡人行这悬，唔敢起来安尼，过顶天就歹做安尼。我是无行悬，不过第一天起来嘛是惊啦。自富贵角到基隆港，再到台北港淡水，超过100多公里的海面，拢是因固守的范围。富贵角这个灯是上北边的灯塔，甚至伊外海的时阵，看到这排灯，就知影伊到北海岸遮。驻灯遮的工课，主要是看过伊的电火炮啊，是不是乌去？也是乌去的时阵，表示这个电火球啊就要歹去啊。这个灯塔也是零件歹去时阵袂使的时阵，阮值班人员就为半暝到早起安尼家己杀，就为了外海行走的乡村会当安全，所以阮的重要性就伫遮。逐日下晡6点，灯塔的电火透过水钱灯塔反射，一直射叮当。50公里外的船只，拢通看互真足。对外口的船仔来讲，看到这阮的灯塔走标是2摆，就知啊，伊要靠近台湾安尼。一直到天光，灯塔电火才会花去。虽望现代船只大部分拢有按 GPS 定位，但是灯塔又完通引领方向。你好，阮遮是富贵角灯塔。我有看到迄台北港的迄电火伊歹去，请你甲船仔讲。若阵灯珠故障，灯塔守护者甚至爱用手捧互倒，袂当休困，继续为土海人指引方向。啥物范围嘛是爱伫遮顾甲灯塔顾好，按时啊足乌的船仔嘛是爱看到阮地带。不离过即寡守护者，家己自身就爱通忍受寂寞，度过孤单的暗暝。遮足乌的、足暗的风，有时阵足大的，有时阵足冷的，家己一个较孤单嘛，小可会惊。固守灯塔遮济冬，嘛捌固守离岛。若拄着风台没几暗，目睭拢无法度开。像你平安树啊，阮是两个人一班安尼，一个人12点钟，安尼半暝拢袂当休困安尼，尤其拄着风台天，我袂当出去安尼，就隔只玻璃看我的灯是有倒来无倒安尼。我住的足侪支灯塔，拢有8年以上的历史。我的意义就是把这灯塔好保养，好维持落去，互大家拢会当看到这座灯塔。天边海角，伫咧黑暗中的明火，就靠这阵灯塔守护者守护行船人的安全，指引因转去的路。